來看嘉義縣的溪口鄉有一間780棟的米甲，互厝邊甲投訴，講平日咧收七仔的時，這民眾厝內底呢都有真儕米蟲，而且長期閣有噪音甲空氣污染的問題。因為業者是回應講，目前是一個月有治蟲2改啊，嘛會改進這個設備，希望當減少對厝邊的影響。手機翕到米甲的厝頂有煙燻排出來的狀況，閣有厝內四界攏看會到的米蟲，甚至連嬰仔的身軀攏有。住佇溪口平頂村的民眾講，這攏是附近一間老米甲造成的污染。只要因開始收七仔，米蟲、噪音閣有空氣污染，就會影響大家的生活。噪音最嚴重，它這個工廠碾米廠幾乎是這裡唯一的噪音源。衫拍佇外口吼，攏會切個煙啦，衫褲攏這樣切個攏會滋。都會跑去他身上啊。然後就是有時候會因為這樣子不舒服、發燒啊，找不到原因啊。面對附近住戶的不滿，業者嘛是出面表示，因佇溪口已經經營3代，為傳統的米甲豆豆來轉型，已經逐個月攏有請人來消毒以外，嘛有增加降低聲音煙燻的設備，工廠嘛有設置防蟲的網啊，若是做無夠的所在，會繼續來改進。做不好的地方，我們還是要尋求很多的專家來協助我們，在有限的資金裡面，我們還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做得不夠好，我們虛心再改進再整改，再讓它更好。附近的民眾講，米甲只要一到收七仔期間，都會造成因的困擾。嘉義縣政府農業處表示，業者有想要改進的意願，會繼續來協助輔導。環保局是指出，有遮多民眾的投訴，攏有到現場稽查，若是業者有違反標準，攏會來依法告發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